後發唔使驚，遲來先上岸。Hello，咁多位歡迎嚟到 Winch 嘅分析頻道。喺呢度，我會用我多年累積嘅經驗，同你分享明確嘅港股、美股市場分析。700尋日5億港元回購98億98.1萬股，又大手筆投資11.6億歐元收購育碧嘅子公司25% 嘅股份。消息頻出，究竟係機會定係陷阱？恒指升一日跌一日，搞到人暈頭轉向，究竟行邊邊？美股市場又會何去何從？如果你感覺到迷茫嘅話呢，不妨帶住呢啲疑慮睇完呢條視頻，相信我嘅分析可以幫助到你嘅。咁你覺得有價值嘅話呢，記住撳個追蹤掣，千祈唔好走寶之後嘅更新啦。咁我哋開始今日嘅分析啦，先嚟睇下恒指方面啦。恒指今日係先升後跌嘅，可以見到係符合我哋尋日嘅一個預判嘅。咁相信好多投資者近幾日都會俾恒指搞到有些少迷惑嘅。咁 OK， 我哋唔好受到短期一日兩日嘅波動嘅干擾啦，唔好睇佢一日升一日跌。咁如果你關注Winch 我呢，並且睇過我嘅分析，相信你嘅疑慮可以得到解答。我哋只需要關注少數嘅幾個關鍵位就得啦。我尋日嘅視頻度都有講到邊幾個關鍵位呢？係24847、22897以及21163呢三個位嘅各位都不妨做一個筆記記錄好呢幾個關鍵嘅位置。喺22890，佢會點行可能會有短期一個支持跌穿呢。會去到邊會去到21163嘅。咁我哋要做嘅係點呢？就係耐心等待，等到恒指跌到低位嘅時候，我哋再出手啦。咁標普方面呢？標普方面尋日嘅波幅仍然夠細嘅，但係可以見到係非常精準嘅踩到我尋日視頻裏面同大家強調嘅技術支持位5681.5。5681.5就開啟咗反彈嘅，睇佢最低位係幾多5681.4。咁我尋日視頻度都有同大家強調嘅，佢嘅關鍵支持位、技術支持位係5681.5大家可以進行一個回顧，僅僅相差0.1呢個係無疑係一個好積極嘅一個信號啦。我哋可以期待美股近期嘅一個表現啦，我哋可能睇嗰個標普近期一個表現，相信都會唔錯嘅。咁我哋整體嘅一個策略係點繼續延續我哋27號嘅一個觀點嘅。咁我哋港股嘅觀點呢，好簡單忍手為上只 call 唔 put， 耐心等到市場回落後，我哋再低位撈貨呢個係策略。跟住美股呢，都係尋日27號嘅一個策略，我哋延續就得啦。尋找優質嘅機會，我哋順勢短 call。如果高位出現反轉信號，再轉 put， 我哋打後手，後發制人，再等待就得啦。我哋等待佢到高位出現反轉嘅時候，我哋再轉勢就得啦。OK， 喺佢反轉之前，冇出現明確信號之前，我哋都係睇升嘅。講完恒指數之後，我哋再講下，主要係今日講下700啦，因為700最近嘅消息都係幾多嘅。咁3月27號啦，耗資5億港元回購咗98.1萬股嘅，咁每股回購價格大概係502.5到515.5港元。美東時間周四咧，知名遊戲團隊咧育碧都宣布將會成立一間遊戲子公司，而騰訊將會投資11.6億歐元收購子公司25% 嘅一個股份嘅。咁呢家分離出嚟嘅子公司估值約為40億歐元。咁預計全部嘅交易咧將會係2025年年底前完成。咁大動作之後呢，對於700嘅股價究竟係買入嘅良機定或者係陷阱呢？咁我相信好多投資者都係想知道嘅。我嘅判斷係偏向積極嘅，我認為對於700嚟講係一個比較唔錯嘅一個機會啦。點解咁講呢？咁我哋先嚟講收購育碧子公司一件事情啦。呢一件事情睇似唔係好抵數單機遊戲係有啲日薄西山嘅，但係呢，睇起唔抵數，事實上對於700騰訊嚟講呢係利大於弊嘅。我哋嘅思考唔應該
局限於一間公司，我哋應該跳出遊戲嘅一個局限，我哋去思考更多嘅一個可能性。其實騰訊嘅目標唔單止係呢間公司係點係佢嘅 IP 係非常重要嘅，以及比如話刺客信條佢累積嘅西方嘅用戶群體好重要。咁騰訊喺國外主打嘅產品其實係 AOV， 就係王者榮耀。佢如果有咗一啲大型嘅遊戲嘅一個 IP， 無論係做皮膚定係搞聯動又好啦，收回成本嚟講唔係好困難嘅事情，並而且佢可以借助呢個跳板嚟擴大自己喺歐美市場嘅一個地區品牌嘅一個影響力。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尤為重要嘅一個潛在利好啦。咁我哋再嚟回顧佢尋日亦即係3月27號5億港元回購98.1萬股嘅回購價格502.5到515.5左右。咁502.5呢個價錢呢，其實喺技術面嚟講係比較有趣嘅。點解咁講呢？我哋可以見到佢嘅0.618喺技術位其實係比較重要嘅一個位置嚟㗎。咁502.5，我哋可以見到騰訊嘅價錢已經連續1、2、3、4連續4日喺呢個502.5呢個關鍵嘅位置已經防守成功啦。咁呢個就代表住點其實佢502.5係騰訊嘅一個關鍵嘅一個支持位大家可以關注嘅。咁上方嘅壓力位係幾多騰訊嘅壓力位係543，我哋可以見到騰訊啱好就呢個位置受到壓制開始下跌嘅。咁綜合考慮，我哋話恒指會繼續跌到幾多跌到2897。咁騰訊咧都有機率會跟住跌穿502.5到我哋嘅一個482蚊482蚊呢個技術支持位再開始反彈嘅。482蚊開始反彈，當然我哋最希望佢可以跌到442蚊2毫子。咁呢度都係騰訊嘅一個我認為值博率較高嘅一個買點但係目前嚟講502蚊5毫子係唔係有支持，而且佢嘅價格已經形成咗防守，是否都係一個我哋嘅一個佈局點呢？我認為都係可以佈局嘅。雖然我個人咧係以短炒居多嘅，但係咧真正有價值嘅公司比如話700我哋而家你睇500蚊附近，可能你可能覺得偏貴，但係如果我哋拉長時間週期對比英偉達對比亞馬遜呢啲世界巨頭嚟講，我哋可能騰訊目前嘅價錢502蚊唔係佢嘅終點，我哋最緊要係耐心長揸。咁如果你有騰訊嘅貨，咁呢個位置你可以唔加倉，你不妨長揸你冇貨，你都可以考慮我哋嘅細注去參與去佈局，我哋可以分批買㗎嘛。你唔需要一次性打晒啲子彈，你可以分批參與700。咁你對於價值投資還有興趣，你自己嘅投資週期都偏長嘅話，你不妨考慮參與700。並且我對於恒指嘅長期嘅一個判斷嚟講，喺尋日嘅視頻我都好表明我對恒指嘅觀點係咩恒指係明確嘅牛市我係要低撈嘅，因為佢係牛市我先會低撈。咁佢嘅牛市我認為700出力應該會係最多嘅，應該係會出大力嘅。對於之後嘅恒指佢走牛嚟講咁我哋都可以分批佈局，呢度買一少少，再到482蚊再買少少重倉等待442蚊2毫子，我哋再去參與。咁係我一個對於騰訊嘅一個個人嘅觀點，希望可以俾到你參考啦。咁推介關注嘅咧都係尋日
嗰三檔正股，分別係港股有兩支，而美股有一支嘅。港股係98888百度集團以及868信義玻璃。咁美股呢，即是拼多多啦。咁分享嘅理由我都已經喺尋日嘅視頻度講得非常之詳盡啦。咁你都可以回顧翻我尋日嘅一個分享嘅。咁我哋今日都要強調嘅係868，我哋尋日度分享講係要等到佢先車再反彈。咁而家我哋要關注嘅價格7.87蚊，係咪已經跌穿咗？咁我哋要非常之關注佢是否會隨住恒指嘅反彈收復翻7.87蚊，非常重要。佢要收復到7.87蚊樓上，並而且確開始多日嘅震盪。咁呢個位置就係我哋嘅一個比較唔錯嘅一個買點。我哋希望大家就要非常注意關注868喺7.87蚊附近嘅一個動作啦。咁已經有機會啦，但係唔係叫大家即刻就入場，我哋入場一定要打後手。好似我同大家講嘅，後發唔使驚，我哋遲來先上岸，後發制勝。我哋唔好打先手，等市場等股價先開始反彈，我哋再跟進去參與就可以啦。咁同樣關注嘅位置都係唔變嘅，868嘅關注嘅位係7.87蚊。咁百度集團呢，百度集團都係等待一個89蚊附近嘅89蚊附近。拼多多呢，從我哋尋日分享之後，佢尋晚嘅表現係比較唔錯嘅，細升1.54%。咁關注價我哋都係話尋日係個現價現價，以及佢有一個下方支持為117.9蚊，好似係拼多多我哋一個短波嘅一個比較積極數。咁幾時可以買入呢？我認為如果今晚嘅標普開升嘅話，開始升嘅時候，我哋跟進拼多多係應該係一個比較唔錯嘅一個機會嘅。好，咁我哋總結啦。咁今日嘅內容咧就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嘅分享咧有價值對你有所幫助，可以幫助到你思考嘅話咧，咁你記住撳個追蹤掣啦。你嘅支持係我持續出片嘅動力。另外咧，我每日都會開啟直播做行情一個復盤嘅，隨時都會歡迎大家入嚟我嘅直播間同我吹水交流嘅。咁有任何嘅疑慮咧，都歡迎大家喺視頻下方同我留言。我哋下期再見啦。今日內容就咁多啦，拜拜。